玩踢波啊？係踢波啊！郭 Sir， 我哋到啦！好，歡迎 Mirror 四子加盟我哋櫻花嘅 training， 係啦。並扮蛙大家都玩過啦，陣間你哋要用腳傳波，邊個接到波，左右兩個人就要舉手踎低一下，嚟啦！一踩定側邊踎，即刻嚟噶咯，令到側邊啲人難到就難啲咯。Yes， 係啦 ，keep 住 keep， 係咯 ，Yes， 好嘢。不過唔緊要，傳多幾次，你咪又係要做。踢波可以俾你哋學下用唔同嘅身體部位去控球，順便熟習埋控球力度。但係見你哋成日踢出界，就知你哋仲未練夠啦。不過時間再得咁多，係時候入戲肉啦。叫咩名啊？我哋櫻花 A、櫻花 B、明輝上啊！明輝啊，新明輝啊，新明輝，好似。好，咁啊，即係話代表咧，兩邊都準備我哋今日呢個5人賽嘅咯。你好啊，多謝。就一個龍門，一個後衞，兩個中場，一個前鋒，5人足球。你揀左邊定右邊啊？左邊右邊啱啦。Frankie， 冇所謂啦。我揀右邊咧咁。左右邊咯 Norman， 左邊就係啦。咁 MB 上半場準備開波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啊！有標隊就呢邊深色衫啊，而呢邊新明輝隊就係淺色衫嘅。一開波嘅時候，哇！大家都好似波自己撞下先 ，AK 攞到個波落嚟啦。點搞咧？聽講佢係有啲波底嘅喎，好嘢！俾 Frankie 督走咗，教球踩定快開。呢邊新明輝都可以攞翻個波，長組織新明輝都要組織得好啲啊！呢邊又斷啦，今次 AK 揾到個位，拐出嚟再射。所以呢邊有標隊，暫時咧撳住嚟踢啊！呢邊仲有人執嘅，有啲混亂 ，Rosebud 想解圍嘅 ，Frankie 再解圍想甩咗腳啊！哇，炒埋一碟啊，同呢邊傾嘅。好，繼續。好啦，場波啊繼續啦，呢邊 Frankie 開個波出嚟，咦，直接送咗俾對面隊咯，有標隊嘅教球啊！但睇多支個慢鏡啊，真係精彩嘅，連過2關啊！咁啊，但係最尾嗰下 AK 有啲唔為意佢會分啊！上半場完啦，暫時1-0啊！一攞波揾前邊嗰兩個，攞好個波，等一個機會，攞好個波就試下入一球先，我哋3球3，Ready， 下半場開始。呢個波繼續新明輝隊開波啊 ，Frankie 有2點喺前面㗎，呢邊 Frankie 接唔到，俾到埋呢邊 Tommy 鬥翻埋中間，由邊個接應咧 ？Elton 緊解到圍嘅，呢輪到佢擔翻個位，但係 Elton 又話我再擔翻你個位。嗱，加油！球證咧，呢一刻咧係好公平嘅。NBA 點樣處理呢個12碼？哎呀，射失咗啊！見到頭先咧個波喐咗，個波喐咗，球證，俾個牌佢啦，球證，俾牌球證，唔係你係啊？喂，望一望我球證先，唔該，仲有機會 ，AK 左嘅收唔入到，右嘅再抽。Rosebud 後邊頂得住，踢高包 Ocean 撞落嚟俾 Frankie， 叫唔叫得翻嚟 ？OK 喎，叫到翻嚟，俾到。再轉過嚟俾 Rosebud， 幾靚啊呢個波 ！Frankie 可惜攞唔到證明咧，咁啊最尾啊2場波啊，有標隊憑住國師入波1-0。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喎！佢哋咧全部都係第一次踢5人足球。但係我自己咧就唔係咁中意打籃球同足球嘅，因為先初又覺得好多碰撞，但係而家玩翻又覺得真係幾好玩嘅，尤其是5人足球。